乜嘢係妄想呢？妄想咧其實講緊一啲嘅諗法，好多時候都係錯誤嘅，同埋咧缺乏一啲理據嘅支持。但係患者咧就深信不疑。大部分時候我哋都可以用妄想嘅內容咧嚟到作出分類，例如啦會有被害妄想啦、疑病虛無妄想、被動妄想、誤認妄想、關係妄想、自大妄想。最後咧，亦都有啲病人會覺得自己嘅思想咧，好似被其他外在力量係影響嘅。關係妄想咧，相對嚟講係比較常見啦，好多時候喺前驅期都會出現啦，同埋都係復發嘅一啲嘅警號。當患者有關係妄想嘅時候咧，佢哋就會覺得身邊一啲同自己冇關嘅信息，好似同自己有關。例如咧，會響覺得街上嘅人咧，好似用奇異嘅眼光嚟到望住自己啦，又或者身邊好多人咧，就好似細細聲咁講嘢啦，同自己有關。又甚至乎咧，覺得電視、報紙或者係收音機入邊講嘅內容，都好似同自己有關一樣。誤認妄想咧，相對嚟講就比較少見嘅。包括咗有 Capgras 嘅綜合症，即是認為咧身邊嘅親友啦，好似俾其他人冒充咗啦；又或者 Fragoli 嘅綜合症，覺得同一個熟悉嘅人啦，以唔同嘅身份咧喺身邊出現嘅。有被動妄想嘅患者咧，就會覺得自己嘅行動、思想或者言語咧，好似唔受自己控制一樣。好多時候都會覺得係外來嘅一啲力量控制住嘅。而好多時候，你都會認為呢啲力量就可以係一啲神靈嘅一啲影響。疑病或者虛無妄想嘅患者咧，就會覺得自己咧係有一啲嚴重嘅身體嘅疾病啦，或者係一啲唔正常嘅身體嘅改變。即使咧多次咧經過醫生嘅檢查，都發現係冇咩大嘅問題啦，都會堅持自己有呢一啲嘅問題嘅病，或者係唔正常嘅身體改變。被害妄想咧，亦都非常之普遍嘅，或者常見嘅患者就會覺得自己咧被其他人係迫害，可以係身邊嘅所熟悉嘅人啦，或者係啲唔識嘅人。自大妄想啦，顧名思義啦，患者就會覺得無論係自己嘅名啦、能力啦，或者係錢啦，都會有自大妄想。顧名思義啦，就係患者會誇大於自己所擁有嘅一啲能力啦、名氣啦、財富啦等等。最後咧，亦都有患者咧會覺得自己一啲嘅想法咧受到其他人嘅影響啦，例如會係突然之間喺人攞走咗啦，或者係插入咗喺佢嘅思想當中嘅。最後亦都有啲患者咧會覺得其他人能夠加插一啲想法落佢自己嘅思想當中，或者佢自己嘅思想咧會俾其他人攞走嘅。從認知同埋神經科學角度咧去理解妄想，可以有3個最常見嘅方法嘅。第一個咧就係歸因嘅偏差。即是話咧，當我哋每一個人去理解身邊所發生嘅事件嘅時候咧，都可能有一啲嘅自利嘅偏差。即是話，妄想嘅患者比較常見咧，就會將一啲負面嘅事件歸因於外間或者係同自己無關嘅一啲因嘅。第二個比較常見嘅就係概率嘅推論啦，即是患者有妄想嘅情況底下咧，比較多咧就會喺冇充足嘅資訊或者係資料嘅情況底下咧，就會妄下定論。第3個咧就係叫做異常嘅突出感啦，其實就係講緊咧，當我哋去遇到一啲同自己相關或者有興趣嘅一啲資訊嘅時候咧，我哋腦部當中嘅一啲化學物質，即係多巴胺咧，就會比較活躍嘅。啲資訊咧就相對咧就會比較突出嘅。當我哋嘅腦部嘅多巴胺出現咗一啲混亂嘅狀態嘅時候咧，一啲平時其實唔係特別同自己有關啦，或者唔係特別有趣嘅一啲嘅資訊，都會顯得比較突出嘅。咁於是乎咧，就會容易令到患者咧產生一啲妄想嘅情況嘅。有研究顯示啦，有50% 嘅妄想有機會導致一啲相應嘅行為啦。咁好多時候患者都會因為一啲嘅妄想啦，就會做一啲行為出嚟咧嚟到保護返自己。但係暴力嘅情況咧就並唔係好常見。家人同病人相處當中咧，好多時候咧嘗試用一啲邏輯嘅方法咧嚟到同患者去討論呢一啲妄想嘅。但其實患者比較難去改變呢啲諗法，而喺討論過程當中咧，亦都會產生一啲嘅爭執，令到患者咧會覺得好似家人咧係唔相信自己啦，甚至乎會覺得有啲嬲。所以喺我哋去接觸患者嘅時候咧，如果患者係產生或者存在一啲妄想嘅病徵嘅時候咧，我哋要明白
佢哋嘅諗法咧係因為病而帶嚟，咁好多時都會影響佢哋嘅一啲嘅心情啦。所以咧就盡量同佢哋討論一啲妄想嘅時候咧，就由佢哋嘅感受嘅層面度出發，會比較好一啲。